年前，因着教會敬拜隊嘅編排同埋希望重組詩班，所以我又再次堅承起詩班指揮嘅服侍。但係同之前嘅詩班安排並唔一樣。而家我侍奉緊嘅教會一直都係以類似敬拜讚美嘅形式，以敬拜隊嘅方式同弟兄姊妹一齊唱詩敬拜，所以我哋而家嘅詩班都會使用類似嘅形式。當之前我帶領嘅詩班都會着力去練一首詩班唱嘅詩歌，亦即係無論喺音樂上同埋編排上，甚至係聲音嘅運用之上，都唔係會眾能夠參與，係要以獻詩嘅形式唱嘅詩歌。而家我哋嘅詩班主要係喺會眾平時唱嘅會眾詩之上，加上詩班獨特嘅元素，從而讓會眾一齊唱詩敬拜嘅同時，可以叫詩班發揮詩班可以加上去嘅元素，讓整個唱詩敬拜可以變得更加豐富。但係同敬拜隊唔同，當其他敬拜隊普遍都係會揀一啲現代聖詩嘅時候，詩班負責嗰個嘅主日，我選擇嘅3首詩歌裏邊，通常都會有2首係傳統聖詩，亦即係嗰啲工工整整，通常係比較簡單嘅音調當中，以幾節唔同嘅歌詞帶出一個比較完整嘅神學信息嗰啲嘅傳統聖詩。呢啲嘅詩歌過去可能會讓弟兄姊妹感到好悶，冇現代詩歌嗰種嘅情感變化。但係其實我係希望藉住詩班可以加入去嘅元素，嚟讓大家可以喺傳統聖詩當中都經歷到嗰份蘊藏喺嗰啲工整嘅詩歌裏邊嗰份豐富嘅情感。而傳統聖詩其實主要有2個唔同嘅格式。第一類係只有節數 verse 嘅詩歌，呢類詩歌通常都會以幾節嘅詩歌歌詞去分開幾個嘅面向嚟唱出某個特定嘅信息。就例如有一首名為聖哉三一歌，頭3節唱出嘅分別係第1節嘅聖父、第2節嘅聖子同埋第3節嘅聖靈，而去到最後嘅第4節就會唱出三一真神。而另一類則係喺節數之外，仲會有一段副歌 chorus 嘅，而呢段副歌係喺每唱完1節之後都會唱出嘅嗰一段歌詞。而副歌亦都會譜上同節數唔一樣嘅音調，以凸顯副歌嗰個嘅獨特性。而且因着副歌嘅反覆重唱，所以副歌通常都係整首詩歌嘅信息核心所在。我即時諗到一首以呢個格式寫成嘅詩歌，就係我自年少讀小學嘅時候已經唱過一首好著名嘅詩歌《耶穌愛我》。我相信即使我哋忘記咗呢首詩歌嘅節數唱緊啲乜嘢，但係嗰句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聖經告訴我，呢段副歌嘅歌詞必然係深深咁刻咗喺我哋嘅心裏邊嘅。而呢一類嘅詩歌，嗰幾節唔同歌詞嘅節數所唱嘅，通常就係副歌要帶出嗰個主要嘅信息，提供細節嗰啲嘅部分。而呢啲嘅細節當中嘅情感，通常都會係遞進，而當中所唱嘅係會令人越嚟越肉緊嘅。就好似耶穌愛我呢一首家傳戶曉嘅詩歌，第1節唱嘅係耶穌愛小孩子嗰種嘅信息，會俾唱嘅人一份好溫馨嘅感覺。但係去到最後嘅1節所唱嘅係耶穌對人一生嘅愛，甚至係要延伸去到永恆，一幅關乎永恆嘅圖畫。所以呢首詩歌嘅情感就會從第1節帶一啲天真嘅聲音，去到最後用非常深情嘅聲音去唱出耶穌嗰一份從今日一直到永恆不變嘅愛。而嗰個不斷重複嘅副歌，雖然歌詞係一樣，但係當中要反映嘅情感卻係會因着節數嘅信息唔一樣，而同樣一直咁遞進嘅。今日我哋進入詩篇43篇，呢篇詩篇其實就係一首有副歌嘅詩歌，而且呢度係嚟到第3節，情感到達最高峰嘅地方。我哋就嚟睇下嚟到最後嘅1節，詩人所表達嘅到底係點樣嘅情感。詩篇第43篇1至5節，心啊，
求樂生我的王，享不強勝的國。為我辯屈，求樂救我脫離詭詐不義的人。因為樂是賜我力量的神，為何丟棄我呢？我為何因仇敵的欺壓，時常哀痛呢？求樂發出樂的亮光和信息，好引導我，帶我到樂的聖山，到樂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神啊，我的神，我要彈琴稱讚樂。我的心啊，樂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慕神，因我凡事稱讚他。他是我靈界的光榮，是我的神。尋日我哋開始讀詩篇，一開始嘅係詩篇卷2嘅第一首詩歌。尋日我提到詩篇42篇出現咗兩句極相似嘅歌詞：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邊煩躁？應當仰望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而呢句正正就係好似傳統聖詩當中嘅副歌，重複重唱嗰首詩歌嘅核心信息。而呢一句極相似嘅副歌，唔單止喺詩篇42篇重複出現咗2次，嚟到今日我哋讀嘅詩篇43篇最後一節嘅經文，我哋又再一次睇到呢段副歌嘅出現。所以學者相信詩篇43篇同42篇係相連，呢2篇嘅詩篇經文合組成為一首共有3節嘅詩歌。尋日我哋讀嘅係詩歌嘅第1同埋第2節，當中我哋讀到詩人正延續緊詩篇卷1嘅內容，就係詩人正面對住艱難嘅處境，因着被敵人嘅欺壓，生命落喺一個困局嘅當中。而更加糟糕嘅係詩人唔單止要面對外在嗰種嘅壓迫，佢更加要面對敵人喺言語上嘅辱罵、譏嘲佢，問詩人佢所信靠緊嘅神到底去咗邊度。當詩篇42篇，亦即係頭2節嘅詩歌，詩人喺裏邊仍然帶住一點點嘅疑惑，甚至喺第2節嘅節數嘅時候，佢重複出現咗喺詩篇卷1裏邊不斷出現嗰句：你為何忘記我呢？呢一種對神疑惑嘅想法。但係在其中，佢對自己嘅心嘅發問，最後帶嚟嘅提醒係要仰望神，因為詩人確信喺嗰啲處境當中，唯有神先至會帶嚟真正嘅幫助。所以嚟到今日我哋讀嘅第3節嘅詩歌，詩人就唔再疑惑，並帶住信心咁以禱告向神呼求。一開始嘅第1節，我哋已經見到詩人一連作出咗2個呼求，並且去到第2節去唱出佢能夠咁樣呼求嘅原因。然後去到第3節，詩人更加求神要讓佢喺敵人嘅壓迫當中去成為佢嘅引導，好使詩人能夠喺困苦裏邊可以以詩歌為祭去敬拜稱頌神。而呢首嘅詩歌就喺呢個信心同盼望當中到達高峰。所以去到第5節，詩人係應該帶住極大嘅信心，以最堅定嘅聲音嚟唱出嗰句副歌：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今日我哋喺唔同嘅聚會裏邊都會唱詩歌，但其實無論係傳統聖詩，又或者係現代詩歌，當中都係要表達出唔同嘅信仰情感，係我哋要以信仰生命嚟去唱出嚟嘅。唔知道當我哋唱呢啲詩歌嘅時候，我哋係咪都係帶住情感嚟唱嘅呢？當我哋唱嗰啲有副歌嘅詩歌嘅時候，我哋又係咪能夠因着嗰啲嘅節數
得以讓嗰啲重複嘅副歌帶住越嚟越強烈嘅情感，甚至係可以越嚟越肯定咁去唱出嚟呢？其實我哋嘅信仰生命都好似一首有副歌嘅詩歌。當我哋喺信仰裏邊越嚟越多經歷神，我哋就會喺每日重複嘅讀經禱告靈修裏邊，帶住更強烈嘅情感，並更大嘅信心嚟踐行我哋嘅信仰。而家讓我哋安靜，諗一諗今日你嘅生命係咪不斷咁經歷緊神嘅作為，從而使你更加確信神喺你生命當中嘅工作呢？我相信當你能夠更加敏感神喺你生命當中嘅同在，你就能夠更加堅定，以你嘅生命向呢個世界唱出你信仰生命之歌。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求你讓我哋喺每日嘅生活當中更加敏感你嘅作為，特別係當我哋面對困境嘅時候，求你幫助我哋睇見你喺我哋生命當中嘅工作，好使我哋能夠帶住更大嘅信心活出信仰，即使喺生命面對唔同嘅壓迫裏邊，都能夠喜樂地唱出生命嘅樂歌，並且喺我哋生命之歌嘅當中去高舉榮耀你嘅名。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